外掛 iOS 神器，呢個軟件幫你1秒鐘自由更改 iOS 嘅定位。Hi， 大家好，歡迎嚟到 TunnelShare。呢支影片講下 Pokemon 嘅定位，點樣實現虛擬定位嘅效果。AnyGo 係一款專業嘅虛擬定位軟件，可以自由更改 iPhone 嘅定位。軟件嘅 download 鏈接已經放喺影片嘅下面啦，需要嘅朋友可以點下面嘅鏈接去 download。最後呢，千祈唔好忘記俾我哋點讚點閱，支持下我哋。好，廢話唔多講，我哋開始啦。首先呢，喺 TunnelShare 官網下載安裝軟件，跟住呢，連接我哋嘅 iPhone 到電腦上，打開電腦上嘅 AnyGo 軟件，可以查到軟件支持多個功能。我哋點擊進入定位修改嘅功能，喺軟件顯示嘅地圖中，隨機點一個地點，最後點擊開始修改按鈕，1秒鐘後就可以喺 Pokemon 遊戲中睇到遊戲嘅定位已經變成我哋修改後嘅定位啦。我哋可以點擊進入多點移動嘅功能，喺地圖中選擇多個地點同線路，左邊選擇移動速度同循環次數，最後點擊開始移動嘅按鈕，可以喺 Pokemon 遊戲中睇到遊戲中嘅定位就會根據選擇嘅地點同線路自動開始移動起身。唔單止咁啊，AnyGo軟體仲支持無線連接 iPhone， 可以通過同一個 WiFi 連接，只需要喺電腦同手機上同時連接同一個 WiFi， 跟住點定位修改，地圖上選擇點擊地點，只需1秒鐘 Pokemon 就定位到呢個地點啦。軟件最多支持連接高達15台 iOS 設備，但係呢次視頻我哋就攞2台設備展示下功能啦。地圖上選擇地點路線，點開始移動，2部設備上嘅 Pokemon 就會定位到呢個地點，而且根據線路開始自動移動。呢度啱好有個 Pokemon， 我哋嚟試下啦。哎呀，俾個走甩咗添，大家千祈要記住，喺捉 Pokemon 嘅時候，一定要喺軟件中關閉行走，唔係嘅話 Pokemon 就捉唔到啦，會走佬。最後呢，軟件嘅 download 鏈接已經放喺咗影片嘅下面啦，需要嘅朋友可以點下面嘅鏈接去下載。最後呢，千祈唔好忘記俾我哋點讚、訂閱，支持下我哋啦。好嘅，本期影片就到呢度啦，我哋下一個視頻再見啦。